大家好，今日要講嘅係仲海星河梧桐灣惠州買樓唔使亂咁走，底價秘行點我講晒，聽完先落手啦。各位街坊，聽我講句真心話，買樓如果唔摸清底細就亂咁買，真係喊都冇眼淚出。我哋平頭老百姓買錯一間屋，唔單止蝕咗10幾年積蓄，仲可能搞到成家人嗌交。尤其係惠州仲海檢樓，你知唔知星河梧桐灣呢個盤底價藏得幾深？仲有敵邊個都唔敢講嘅缺點。今日良心中介直接豁出去，將呢個盤嘅老底全部掛俾你知。無論係想剛需自住定係養老定居，呢條片一定要睇完。無論考慮邊個盤，找良心中介買樓，仲可以攞70%返現，交定金當日就俾現金。首先講下呢個項目嘅缺點，我從4個方面同大家傾下。一、配套未夠成熟，短期生活唔夠方便。雖然有規劃配套，但而家落地進度仲要再加快。商業配套要等兌現，項目自帶 B1、B2 棟商業，建築面積大概11000尺，但而家只可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。大型超市、食肆集群之類仲係規劃中。平時買嘢要靠周邊細超市、士多店或者去仲海陳江商圈。醫療資源有缺口，周邊而家有同橋醫院啦，啲基礎醫療配套，但係三甲醫院，比如惠州市人民醫院仲海園區，距離較遠，平時睇病唔方便，尤其對老人家唔夠友好。二、交通接駁有短板，冇車家庭出行比較麻煩，軌道優勢要靠最後1公里。連接去輕軌站點比較耐，管衛城際仲海站離項目3.5千米，深衛城際仲海西站仲未起好，而家冇直達地鐵或者快速公交接駁，行去巴士站要10到15分鐘，冇車嘅家庭開城返工要轉幾次車，比較嘥時間，高峰期塞車嚴重。項目周邊惠州大道呢啲主幹道，高峰期好易塞車。自己開車去深圳或者惠州主城區，要預留多啲通勤時間。三、小區分為 A 優、B 優兩優建設，共計20棟，2489戶，容積率為3.0，流動起得太密，部分單位居住體驗大打折扣，流動佈局有局部缺陷，樓間距影響採光。項目規劃 B1、B2 棟係32層，B12棟仲有34層。部分樓棟之間距離太近，低樓層同中間戶好易被擋，採光通風比高樓層差少少。人口密度高，雖然綠化率達標，但高峰時段園林、兒童遊樂區呢啲公共空間可能會好逼，居住私密性同舒適度有輕微影響。四、教育資源唔均衡，高中階段選擇好少，教育配套有初中強、高中弱嘅斷層。公辦高中資源好少，目前區域內優質公辦高中唔多。仲海中學高中部錄取分數線好高，大部分家庭要靠華實高級中學呢啲私立學校，教育支出會多咗。以上就係良心中介總結嘅星河梧桐灣比較突出嘅缺點。接落來講下它有咩優點。第一點，講下交通。星河梧桐灣位於深管圍的黃金三角中心區域。深圳東門戶首站位置，3軌交匯管衛城際、贛深高鐵，深衛城際建設中，1站東莞，2站深圳，打造30分鐘深管衛生活圈。管衛城際仲海站離項目3.5千米，加埋周邊36個巴士站點，205分之201路等，實現惠州主城同東莞無縫銜接。規劃線路提升價值。深衛城際已經動工，仲海西站就喺項目周邊，起好之後2站到深圳前海，通勤效率比部分深圳臨深片區仲好。贛深高鐵已經通車，轉下車就可以快速連接全國高鐵網絡，開城出差、旅行好方便。第二點係教育方面，教育配套密度同質量都係區域第一梯隊，形成公辦為主、民辦補充嘅完善體系。家門口嘅公辦教育，小區自帶24130車社區幼兒園，落樓就到，800米範圍內
有省一級仲海第一小學東升校區，行路只需10分鐘，5分鐘車程就到省一級仲海中學初中部，師資同升學率都有保證，多元升學選擇。周邊華實高級中學、國家級示範標準高中部已經開學，規劃中嘅仲海優小年宮行5分鐘就到，從學前教育到課後培養都覆蓋到，滿足唔同家庭嘅教育需求。第三點講下他宰買戶型，小區而家全部都係精裝現樓，睇得見摸得着，戶型利用率比其他盤高，主打88到125平方米3至4房。88到102平3房係坐北朝南，112到125平4房係南北通透，動靜分離。其中125平方米戶型客廳開間有4米，主臥帶獨立衛浴同衣帽間，冬天陽光直射入屋，採光通風可以打9.5分。88平方米3房首付低至1萬，低門檻就可以實現3房剛需夢輕鬆上車。10月份最新政策，買樓仲送豪華大禮包，備案價打8折，再俾10個月月供補貼，每月3000蚊，直接打入你卡，仲包晒全屋之華士家私、美的家電，契稅都有補貼，計落呢啲福利價值20萬，仲送2萬京東購物卡、4萬車位抵用券，1萬就可以買70年產權車位，帶獨立紅本。小區而家全部交樓，避免期房延遲交樓，品質不符呢啲風險。購房者可以實地考察單位採光、樓間距呢啲細節再決定。第4點，居住環境，仲海唯一嘅山與湖景觀房，家門口就係5000畝嘅吳川水庫，背靠2000畝大嶺古山，依山伴水。朝早推開窗，全部都係新鮮空氣，比喺市區吸尾氣舒服太多。小區周圍500米範圍內，發展商還額外打造了6大主題公園，增加業主活動空間。水庫下游嘅河道公園，日日都有業主釣魚，揸支魚竿就可以坐1下午，真係釣魚佬嘅天堂。總體來講，金隅星河梧桐灣係一個優勢突出、短板明確嘅剛需盤，適合可以接受短期配套唔成熟、看中長期發展潛力嘅購房者。理性權衡之後，可以高性價比上車，想投資嘅都可以考慮。產業園未來有10萬人返工，租房需求大，租金回報率穩定，長期持有唔會蝕。冇車，靠公共交通出行嘅，預算有限，想少啲錢買3房2衛嘅，呢種情況可以再對比下其他盤。最後講句真心話，找良心中介買呢個盤，仲有額外3萬返現。交定金當日就俾現金，可以直接抵首付或者月供，冇任何套路。